大家好，喺2025年5月26號晚上10點33分，喺我身後嘅元州街403至413號義華大廈中層樓梯間發生咗一宗1級火警。消防處人員喺晚上10點36分，大約4分鐘左右到達現場。喺今次火警入邊，消防處調派咗13架消防車及1架救護車，超過50名消防及救護人員到達現場。喺消防人員到達現場前，火警已經由大廈住戶用水救熄。而火警期間，有1名市民因吸入濃煙不適而送院治理。經初步調查後，發現火警成因有可疑，已交由警方跟進。另外，喺同日下午，喺義華大廈樓梯間亦發生咗另一宗1級火警，當中並沒有人受傷。所以，當市民遇上火警時，正確嘅逃生方法係非常重要。以下落嚟會有一段影片，示範喺遇到火警時應如何逃生。師傅，收我哋做學徒啦！好，等我教你哋火警識逃。平日做好基本功，閂好防煙門，熟習逃生路線。火警時先評估環境同身體狀況。如果決定離開單位逃生，記得要帶齊逃生3寶。哇，全部樓梯都好大煙啊！唔好冒險，如果走唔到就翻入屋，封好門邊，打999求救。火警逃生，你要識逃。